洛梨沙拉，歡迎嚟到微波爐時分。首先準備一個洛梨、番茄、小黃瓜、紅洋葱、新鮮香菜或者薄荷葉、少量鹽、黑胡椒粉、橄欖油、檸檬汁或者青檸汁。洛梨去皮去核，切成小塊放入大碗中。番茄清洗切成小丁或者片狀加入碗中。小黃瓜洗淨後可直接切成薄片或小丁加入沙拉碗中。如果喜歡可以將紅洋葱切薄片加入沙拉中增添風味。喺碗入邊加入鹽同埋黑胡椒調味，淋上橄欖油同埋檸檬汁，用湯匙輕輕拌勻，使所有材料均勻，攞上醬料。最後用香菜或薄荷葉做裝飾，即可上桌。可以根據喜好加入其他食材如烤雞肉、芝士或堅果，分啲麵包或搭配烤麵包片都好美味。大家記得